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为去年积极推动外台戏剧演员工地强化计划，让新一代的演员有系统性的来学习前辈的身段、口碑等功夫。有这个计划，可以让我们跟更多的艺师，甚至乎更多不同领域的老师学习到更多不同的东西。因为每个老师有每个老师的养分，以及每个老师独特的地方。我觉得我们学习到的是各种不同的独特性，以及多样性。这摆新歌展演首度甲咸水外景港定节来合作，当中这个全台湾11团上优秀的戏曲团体，包括明华恒、秀琴歌剧团等等。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希望把最优质、最精彩的外台好戏带给我们所有的观众一起分享。那因此今年呢，特别结合月津港灯节和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合作，推出水月剧场。期待这一个水月剧场的加入，让整个月津港灯节除了视觉上的飨宴之后，还有听觉上的一个飨宴。也希望两个相互辉映之后，让今年月津港灯节更加的精彩。水月剧场将在1月10号到来登场，并在年后的2月8号开始连续演出5天，欢迎大家前往西灯节看好戏。台南新闻杨春怀采访报道。